心跳你今天是有什么附身吗？我现在是女神，女神，她女神附身，女神附身对。又有气质，又有内涵，哎呀，谢谢。国外又会冲，哎，又有内哎呀，什么？怎么这样？怎么那么好呢后？台有给你们钱是不是？哎呦，无唱歌的心唔错，老年大擂台，老年降下来。哎呀，大家好哈，哎呀，经过呢前1-2礼拜哈，安尼特别的节目以后啊，哦，安尼观众朋友谈到安尼制作单位有唱到按到厉害的歌手啊，来到安尼节目，各方精英来，莫讲观众朋友享受，你们请享受，安呀主持人坐到旁边，他家都唱歌都特别享受，系啊，所以根本人哈，有唱到也都来宾啊，莫本来也都主持人，莫本来也都观众朋友什么哈。唔会啦，看俩这阵容，系冇，请厉害嘅。哎呦，哎呀，欢迎来6位啊！6位好朋友，金曲歌王啊，哈，来到你向现场。今晚进行金曲 PK 赛啊，PK 赛哈，我赛啦，对，夹夹来介绍啊，哈。好，你嘅评审先生，钟飞先生，纪泽伟先生，王丕树先生。有唱第一队哦，第一吹就是老年吹的第一棒，谢阿妹陈明桥带来，哎呦，来者不善的歌曲，哎呦，越来越长大越漂亮，真的哦，真的，歌也越唱越厉害，哎，真的，哎呦，现两条狗哎，我刚听他在彩排的时候，那个声音吓死我了，震惊哦，真的生不逢很生不落呀，生不逢时。不是的，我不知道是。你还有伤好吗？对，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这个路可以走，青岛的机会，还有机会。好了，他就还没唱，你在陈梦桥，带来嘛个歌，带来同发表好。好了，好了。给不不，寸头300头梳妆头发，寸头配根布，用海调来给放给头发布。放给头发布。走一步又一步，莫跳碰这个步。你老眼里看，反正把昂给什么？是在你跳腾的辽阔并快乐来跳舞。用海调来给放给头发布，放给头发布，放给头发 dancing。Hey, I know you're happy, your body just say ayo ayo。放 with me， 一次想到休息 ，just moving your body。就让人用海天天 tempo， 一手跳下去。
厉害，蛮 Q 也好久不见了，好喘，很喘啊，很累很累。冲跳狗鼠我猛冲猛你冲，没事找这种挑战这么高难度的歌唱干什么嘞？因为爱吃动哎，他敢看到以前给爱全部出现那种乖乖牌。你乖乖牌吗？不会啊，我除了唱歌跳舞这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就是接触过很多挑战性的歌，因为爱在练习给时间。其实原本黑 top 就是另外一首歌，就是我原本想选另外一首歌，然后又发现吉娜姐的歌实在是太难驾驭了，然后就默默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我自己的风格，勇敢去改给风格，反正今天没个真实的比赛嘛，对吗？还在说本太改看后看嘅表演啊。弹个歌曲嘿啊，但是加都有一点都感觉身材较无强烈。又暗嘞喏。吉娜唱歌那个大气哦，不是，这是一种气势。气势，其实我没有办法模仿了，是你贴车嘞啦，没办法。那种气势是需要那个体重来累积。可是我觉得其实不用这么着急。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个气势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就是多吃一点，对不对？对。那吃那种油你吃嘎个米头。对，我跟你讲，其实很多个子小小的人，但是他站在台上哦，他就可以镇住全场。有那种咚咚。我觉得他今天有享受这种，有用出两条狗的跳舞的时间。有就冲嘞。因为从小就慢慢的培养的嘛，训练都要哈，所以现在是大四了，还好新眼神，很忙兵呀，很忙兵呀，优秀，前途无可限量，真的。你敢不主持？冲狗应该敢不主持？哎，我主持很厉害哦。呀，下去慢慢开始练习做这件事情，因为冲狗可能会就是吃不饱之类的，所以就是要给自己一点后路嘛，对不对？对。所以我就是吃不饱才跑来主持对，你看嘛，我出了60几张专辑，对啊，正版的就40几张，正版对不对？那另外20张是 cover 的一些歌曲，加起来60几张，对啊，大家对我最有印象的歌是什么？谁模样强吧？感冒用死死，对啊，对，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好悲哀哦。不会啊，给台剧感记得你看你做各种的角色，都很出色啊。真的，你现在是故障了呢。是，这就是一个累积嘛，对，累积经验累积到现在，那你就是多元发展啊，让大家更认识。马该都在吃宽啊，对，有伤嘛。现在什么都试试看，有才华就是要展现，往前冲，就是尝试一下这样子。对，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讲评的这一位老师，他专门都躲在幕后。这老师不得了，躲在幕后，但是他有他的一片天呢，没错，对不对？没有他就没有大家听到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对，费欣赏，我卢老师是 Vonkel。其实你唱这首歌也让我非常的惊艳哦，因为能够把吉娜的歌唱这么好哦，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很棒。然后看到你整个在舞台上的灵活度，然后你的声音的稳定度，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为你开心。然后听到你将来也要开始主持，我真的觉得你的前途无量，真的很棒。就像罗哥说的，你唱的这么好，然后外形整个都这么的条件这么的好，真的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早就红了。我可能就帮你合了好多张你的专辑，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棒，不管是你的舞台、你的肢体、你的音色的表现，整个我都觉得非常好，很棒。先生，好，对，所以还是要看分数嘛，还是要看，我看哦，记得要看你累积起来的分数，来用吹比赛嘛。对，还要看一下来。先来看陈曼球的分数。好嘞。有，什么先生？96.3分。新高分哎，第一棒就这样，后面那个好紧张，一直抖。这驴腿吹的有，人家嗓音有一些嘞，对，他声音有点抖音，抖动啊，所以难过，感觉让他今天好像有点
没有把你那个舞姿展现出来，不怕啦，就是没有放开来，因为他还是 say 啊，不会喊 h e l s 喊 h e l s 到了一个年纪以后，脸皮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尤其今天又挑战偶包的部分哦，对，好，你还有偶包，还有偶包，对，尤其今天又挑战你这个这么高难度的歌，对啊，谢谢你，谢谢你，对，下次继续挑战，下次再来，下次唱把灯关上好了。对，我其实原本是要跳把灯关上，但是觉得太难了，太难了。下次，好，我练好就来。还100哦，走的，哦，哎呀，等你啊哈，好，谢谢，什么 ，Thank you。好，然后应该吹第一把，沙雷绝对退出，王心怡带来七家。好嘞，躺好了。走吧，表上交出就算自由自家，交吧，家那自由自家可容忍改判，风穿过树热的黑苍蝇该。心黑人的梦魇，做对爱你，喊把一起比着也个所在，不烦。走吧，表上交出就算自由自家，交吧，家那自由自家的容忍改判，风穿过树热的黑苍蝇呀。心黑人的梦魇，做对爱你，喊把一起比着也个所在，不烦。羞辱胸痛的几个，爱哭就会好嘅，爱去到残忍的慢的心痛是风穿过树叶吧，黑苍蝇该。心黑人的梦魇，做对爱你，喊把一起比着也个所在，穿过树叶吧，黑苍蝇该，心黑人的梦魇，做对爱。不烦。什么台词？你今天怎么了？嘿啊，你今天有如神打哎。对呀，嘿啊，因为唱得很好，真的今天怎么真啊，给那狗哎呢。高音
假音，然后整个低的那种气音。看我鸡皮疙瘩。真的假的啦？我现在心跳，你今天是有什么附身吗？我现在是女神，她女神附身，女神附身。这林聪的情况呢？对啊，你今天你的假音真音转换很棒，真的。什么台卡？还在紧张，心跳很快，因为真的，你终于成为偶像与实力兼具的真的吗？真的，因为我很久没有比赛了，很久没有这么震惊的唱歌了，每次都来这边爬，没比说一个管黑啊，都来玩游戏，是不是？都啊来被糟蹋。我们制作人就把你这个形象整个毁灭掉了，连那种碰到水里面那个脸，有没有？歪嘴眼斜那种都把它对啊，都被做成贴图了。但是很感谢 Norida 旅团，就是给我开启了谐星那一条路。应该是让你自己绝对的破坏，再重新的建设。冲嘛！这叫什么？打掉重练。打掉重练。古时候俩冲狗就他不用那亏嘞，你就比较放得开了，是不是？是。哎，那心跳加速的，紧张哎。不是因为看到我的原因，也有，真的。那你要让他静下来吗？要怎么静下来？怎么静下来？啊，抱在一起就会静下来。觉得有没有？心跟心有没有？心静，然后自然就会。我也觉得我心跳好快了，怎么办？那要抱一下。好，小康老师，对啦，可以办收啦。这年冲的情况根本有走来讲，今天好蜕变，身材越来越好。这套衣服从来没摸着过呀。抽。有摸着吗？第一拜。抽。你都喺节目里买啊嘛个？对。哦，真的。我每次买衣服，我就想说，有一天我应该可以来闹热穿。真的。结果每次都让你玩游戏，搞什么？然后今天来的时候，制作单位就说：“为什么你要穿那么漂亮？”我说：“因为平常你们叫我来都在那边爬呀，不然就是你们就是很狼狈。对，难得可以穿这样子要怎么爬，对吗？对啊，对啊，我走光了。唐贡给 V 豆的松人里的节目，还就持续在锻炼他自己的身材。他不是因为上我们节目，他是因为自己发现自己真的，就是从那个电视，因为很多人看到我就说，你本人还好，为什么你上电视那个脸就很圆？对，是吗？他们不知道电视会膨胀吗？对，所以我就觉得没有，现在电视不会了，现在数位。我想要找个借口，我家电视很大，看起来超大的。你是之前真的，我就看你的双下巴一直掉下来。现在比较好。居然有人外面掉下来哦！真的，就整个就觉得这边是整个腮帮子有点圆润，是不是？从小就有呢，然后就腿就开始慢慢就变粗这样子。对啊，最近因为发现这件事情，对，自我不应该这么的放纵自己。有道德观了哈。对啊，这么有职业道德。你怎么？减法，因为我不喜欢运动，所以我就只能少吃。人家是168，我就变186。186，对，只有6个小时可以吃东西，不是18个小时可以吃，不是吃完就睡觉。那就跟他是不一样，跟你相反，我是1618。好了，听完好听的歌，像专业欣赏的公平哈，这位欣赏。礼拜谈到新艺唱功，我们其实有吓一跳因为之前真给唱功没按稳，没按一气呵成的感觉。礼拜以前比赛时间大概讲唱歌的时候，他就是那种虎头蛇尾，可能前面很好，要不然中间就忘词，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撑下去，就是觉得心不在焉，有没有？对，不知道在想。我很认真，紧张啦。我觉得你心不在焉，紧张。我第二位，我知道我动感车，然后我大擂台制作单位，因为头前不会让你形象崩坏，然后现在再给你一个反差，就不用考虑形象的问题。而且没有你前面。再怎么样放开，你现在唱歌就放开了。我还知道你要出动好的练习，还知道你要动重要。根本你还知道，因为你偷了首歌曲的时间，头前面有啲唱还没想讲，哇，他唱那么厉害的歌，你还能拿什么跟他比呢？没想到你拿一个跟他一样厉害的歌来比，而且。整下佢嘅歌曲當唔好唱，因為有幾個特色。唔過我近邊吃到那首歌曲很難搞嘅呢，我之後你唱到懂後，真的，我覺得這首歌你可以以後拿出來常常表演。招牌曲可以換掉日頭花了。好，當然啦，冇乜解好講，我知道那首歌曲手法都懂好，表現懂好，懂咗幾個特色之外，我沒看到冇強樣，好像在這個。
舞台上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某空的一种心意哦。沈梦妍表演，加油！好，谢谢。他打发要抖练讲真的，各家电视台其实还有很多时段呢。有啊。对啊，也需要很好颜值的主持人啊，对吗？很好颜值。哎，好好啊。不好颜值的一个就够了。这俩意思吗？是不同颜值，不同颜值，对，因为好颜值好下饭，对吧？看着好的颜值，因为胃不好，食欲大增，对，食欲大增。好，看分数。好，来，不想聊这个话题了。好嘞，来看一下冯心怡的分数。天公作风，杂似云散。哎，这个轻更重。我刚刚想说，梦 Q， 分数很高哦，后面不用太紧张。来一个下次。心宇今天真的是神打，真的唱真的还。今天是女神附身，真的。来看一下冯心怡的分数。哎呦，46.7分啊！怎么有可能？真的，可他今天真的唱得很棒哎，是很棒，但是问题是，我刚刚在旁边听孟乔唱，我整个想说，哇，完了，这怎么跟他比？哎呀，谁能假他比？对不对？哇，哎呦，给吕腿吹第一棒就这么高分了，是，后面就随便唱就好。这样，你可以的，1万块！哇，颜值跟歌艺兼具的一个好歌手，偶像与实力兼具，是，必须加油，加油！好了，好，什么太感？好了，再做休息。好了，沙了，要揾腦一吹，持皮而帶來眼淚。有咩擋背唱？随风变，一条路，点等云飞。你到来，來，本該聽到面，也不也見來見錯，變成了一條線。天公作風，雜似雲散。你講嘅愛唔會無人莫講，眼淚呀眼淚，發高偏向就愛電台。變
身边一条线。沿路呀沿路，天空中风擦似云散。你讲假袂唔会无影无迹，沿路呀沿路，发到偏向就爱电台。原来你表第一条思念的线，牵得爱。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哎呦，屁！好看到了哦，短剧没看到哎，嘿呀哎呦，哎，这个从少女，哎，现在生死推哇，要变少妇啊呢，少妇了吗？哇，对对对，双下巴我们接下来看就会知道。双下巴不要再讲这个话题了不要再讲，对，今天是怎样？双下巴怎么了吗？没有，看哎呀财库呢？对对对，福气，财库在这。对对，现在变直播主呢，哦，正经哦，是吃播哦。哟，哎，现在金立欢我大概在4月新一个时间，做直播浪 live，浪浪来嘿嘿嘿哦，就浪中国 TV 很大的一个平台。啊，嘿，对，中国不太牙汤。哦，那个好像都是要穿的很，哎，没有，那个不是，哦我们是不用吗绿色平台。绿色平台，嘿，是哦，就是强盛后面都有绿幕这样，绿色可能要平台自己搭。所以穿清凉的是红色平台，哎粉红色平不好台。哦，你就会胆像冲狗哎，老台才艺大主播追骨哎。哦，才艺主哎我播，们在直播间，罗哥的歌很受欢迎。哎呀哦，真的小哦。家家里好我爱，你害我心肝丢塞，哎呀，真的啊，很多人要听，啊，正经哦，哇，对啊，所以你们的观众应该就是属于比较本土的观众，系嘛？诶都有，所以多台语、客家歌没冲，客家歌狗要唱，也没冲千都哦。客家人看哦哦，。正经哦。哎呦，更直播的时间呢，准他个播歌啊嘞，早上，九点早上啊，嘿，你啊没有，这不要想说早上没有人，很多人。真的真的好无聊的人真的早上蛮多的，你是固定时间吗？嘿，我都固定9点15分到9点半。 15那么分钟短听听。哎，你直播全部一两点9钟点的， 15分到9点半开始，回事，回事哦然后嘿啊是他就播到大概11点半、12点这样。哎呦哦，2、3个小时，哎，正经就那真的是长辈的时间呢。退休跟所以我紧张都在们唱很多躺哎。台语歌。哦，难怪难怪很多人会点我的歌，哎呦哎，就是我们罗哥的歌啊。哎哦，今天书都繁那养。所以还好，我们就是以前有一点贡献，有没有哎在音乐歌坛有点贡献，然后才可多了哎呢。让后辈有一些歌可以唱啊，真的对嘛？哎呀，没错还不错，还不错，继续加油了好。直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对对对，未来的趋势。是，对对，大概现在慢慢电视哦，已经就是，我觉得媒体不一样了。不一样，刚好搭上这次又疫情，疫情，嘿，我们对，外他场通通都没有。他敢无聊，对呀然后你就嘿嘿自己要去想办法，想方设法去寻找一些出路其他的，嘿，不一样的方式知道直播冲国母太嘎堂，来就当做练唱歌，练唱练习冲狗练啊唱狗，嘿练习你的口条这样子。嘿嘿嘿，刚刚也是唱得很好，很真的棒啊对对对，唐一下屁股佩欣赏楚老师，然后皮影你好，从头到好，我感觉，从头安用甜甜思念的那种感觉，而且每一句的那木影音全部我觉得掌握的非常好，所以台风也非常的稳，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或者是觉得需要加强的地方，就觉得把这首歌应该感觉根本你从头到好。哦，生活欣赏没什么意义，反正就分数给高一点，对啊哎，这跟真跟中，好来，来看亚个粉丝哦，来，欢迎他起屁一个分数哎呦， 96.3。生梦欣赏。
你的粤语正经太大都冲到青红，不伯仲之分间呢。这个唱在呢，嗯，心语后面我真的很紧张很。紧张哦。你刚我刚刚想说，梦 Q， 分数很高哦，后面不用太紧张。来一个下次。哎，心语心语今天真的是神打了，真的唱真的还好。他今天是女神附身，真的。今天可能会更有更我也想象不我到。跟你讲哎，聊很多遇强则强，遇强则强，是不是？梦 Q 第一棒太太强了，所以第二棒更强。嘿接下来是你，下一棒要更强。哦，下一棒真的很强。这1万块不好拿哦。哦，难制作单位也不想发出去。最好评分呐。对对。好，这些大家，谢谢，直播成功哈。然後一吹嘅第二棒，沙雷灣擂台吹嘅第二棒，來鄭中比帶來上兒。哦，鄭中比啊！就算空中天意嘅事情，打開書嘅定義，小事情義嘅愛比上變困意。唔想錯嘅很是愛去打分打滿都愛留意，當有心情帶來療癒。成功擺嘅打電話過你，想我天天提別溝通，公司想我隨時隨地有你。其實沒有買嘅事情，全會靠到你嘅上癮，不一定要幾多在意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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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想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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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多張多，能高興。的有高山高，能高興過婚姻的呀的有。就算空中天意嘅事情，打開書嘅定義，小事情義嘅比上變困意。想錯佢還是愛去打分打滿都愛留意，當有心情帶來療癒。成功擺呀打電話過你，想我天天提別溝通，公司想我隨時隨地有你。其實沒有買嘅事情，就會他對你嘅上癮，不一定要幾多在意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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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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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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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h yeah, oh yeah, killing I shoot I fight, 所有的你別是 butterfly, yeah, 為這把容顏輕鬆最後的愛發美 I don't like it, 非常好那個為你打折，不知道公眾要不及最後誰把就愛用愛手中別是你心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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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想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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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愛你過張過能高興過婚姻的呀的有過張過能高興過婚姻的呀的有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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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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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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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谢。这不同音乐形态的一条歌曲啊，系啊，中间还有 rap，汤家本用葱啊，那条歌唔系下本也本用的吗？错。今天又来示爱了，是不是？基本上讲，因为。我做些歌曲不去冲动打爽，我只要那种人冲啊。你冲大手就错了，比冲石沉大海要那样。哎，不会啦，这个哪有冲还有这个不用冲甜甜吗？错，不用没懂会冲啊。每东西假线 key 啊，还心态帮我写这个 rap。所以应该是祈祷，我歌曲提白有 rap 的部分，圣诞下，错。对，给家长在讲，这个 rap 啊，用安尼客家的呢，汇率强给念起来，它没有违和感，就是以前很懂。错。所以应该第六件时节，其实心态是定爱后背，应该一记唔错，其实。记住。第八，唔大吉啊，吉蛋。当然夜市府啊，所以当然打爱啊，别乱指头啦，不敢打你。我讲笑呀，莫当然给啦，现在没事就是带小孩嘛，真是啊，因为疫情关系嘛，所以只是无法同的时间是土声音呢。所以其实师兄不宜是看天时。没错，对了，还帮小朋友开粉专呢。哎呦，开粉专啊！也是直播吗？还是没做 YouTube 做 YT 的，错。所以。接下来到罗哥学习啊，50万订阅了，心动厉害，对，那是因为所以我只不会看天学习这，因为我未不会看，然后给打擂台，然后打，所以去看。按用后吗？如果去看传统组的时间，去看唐到个锣鼓、三个字，基本天然。跳，其实用啥结合有冇？妈妈唱传统的，爸爸唱流行的啊。错，所以从小其实有那种有那种细胞啊，他一定有这种基因。我跟你讲，那慢慢的从小就开始皮哦，哇，宅皮。佢底下2岁4张年，所以就是冻牛。我知道我不应该自己体重这就按照重牛过，只是底下牵一条牛。当地人哦，冇啦，个谁来都按用啦，差不多应该过10年，再10年就会乖一点。不会，再10年又刚好叛逆期。真的，我跟你讲，那再20年，我都是过来人，有时候带出去，有一些他看到喜欢的东西，冇买本给要看的嘛。哎呀，紧叫，大拍来的。那你听说买本给啊？冇给等他讲，罗斯峰是我爸爸，他都不买给我，哎呀。就会减收。好，我们来听评审讲评啊，讲必欣赏。今天听你唱歌，其实你每一次上来窗口 A 世界，我都觉得感染到你那个很轻松的这个气氛，然后你整个歌曲出来流畅，我都觉得我整个人就跟着你这样子摇摆起来。我觉得你整个这个律动上面。都带给我一种非常放松、非常轻松的感觉。真的常常听到你创作这么多好听的歌，我真的为客家音乐感到非常的开心，有这么棒的一个人才。对，然后声音这么好，现在你跟怡琳2个一起合在一起，又是另外一种很不同、清新的感觉。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今天从第一位孟乔一直到现在，我们真的是音乐欣赏会，真的是带给我们非常非常舒服的这个音乐飨宴。那今天你的创作、你的歌，真的也是没话说，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很棒，继续加油！那就给个好分数吧。好，对，欢迎他整中比一个分数。96分。因为我涨96分嘛，人家金曲歌王了，那没意思啦，你的。冲也本用的歌的啊，可能几冲好适合吧，还是舞蹈又被扣分。没那个，吃到根本有金铺嘞，吃演。对啊，刚刚就很舒服啊，对啊，更不怕啦。更好，跟新宇有拿一点分数，对，中间这帮压力不大，好像差不多了哈，分数好像差不多哈，差不多。对，好，看会不会给 V 他们纠正了嘛？加油！好的，快走休息。接下來，鬧熱吹嘅李景雲帶來4件嘅愛4件7。來，大家。
我吃到比以前还要厉害的，你莫讲上色色咯。根本嘅按多少冲下来，其实你要音准係等稳哦，不是你们慧如欣赏。你看他的音准其实是比很多人都来得准，而且是稳。天下乃有福星移。对呀，係啊，一個創嗰個部分嗬，嗰啲後生人家比得多，對呀，比唔到，個韻味嘅冇咪後生人做唔到嘅，係啊，真係。又穩又好聽，真係，係啊。低音歌好，因唔會冇退步嗬，係啊，按多年，比賽都有咩幾廿年嚟嗬。我上級唔，較冇，較冇，有差，有差，前一。二筛檢嘛哈，結果個本身就鼻子過敏的，它裡面有傷口嘛，結果一篩檢這樣弄來弄去，啊大量嘅黑球，打到左邊的今天就沒聲音了。哎呦，真係哦！我唐有人唔會呢，千半天的感覺。我一口打黑球，我特別都想打黑球打唔出來。哎，很痛苦呢。哎呦，停停咧！哎呦，然後到就做的篩檢的時候。對，大量嘅黑球。真係啊！哎，唱完以後啊，同嗰啲細菌一直唱出來。我那個屁股哈，底部就
有伤口。哦，本来有伤口那样。有伤口，有伤口。播种哦，播种啊。听说还有个当保姆。哎呦，当保姆，对啊，是啊，他一直。一次都会啊，工作一次都会做保姆，做几十年的哈。几十年。冇几下10年。哦，冇几下10年哈。哎呀，考证照嘛，有没有？有证照。当然第一届考到啊。哦。第一届就考到。第一届就考到嘞。第一届是民国82年吗？89吧。89年，有咩是公年的吼？对啊哈，佢用时开始有证照，当做在做保姆。对。家里都要改装。对啊。牙很有得待吗？有。牙带着冻浆，轻等一下。哎呦，真的呀。轻等一下。几多岁？29号就。2岁对2岁啊，7岁呢，等一下个岁阿妹哈，请等一下。个89年带到也100年，个清太个20岁，110年了。德国做阿妹。做阿妹啊！你德国做阿妹了？对。啊，我真的会亲嘛？不会，大家都还会联络就错嘞。对，有感情。就像这个生意一样的哈，亲有爱心。哎呀，今年难得又抢到金韵姐姐的唱歌。大音歌后啊。对呀，你谈一下那个。大音评审。大概看到金韵姐姐唱歌，唐到人唱歌啊，就知道唱家吉那一行出来说，哦，迄只暗号。真件迄道理哈位置吼，我真件当到参赛者印象当成的其中一刹。大概你来，我就讲龙太评审想讲，哇，又走在唐到金韵姐姐唱歌诶，因为人上辨识度真的非常非常高，因为唱歌有上是唔但唱迄技巧。重要係感情，還有人生的經歷。對。你話啲唐金韻姐唱歌，當中都係看到人生的樣板歌，也係講拍曬成番樣板歌，也係講自己曾經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我覺得那很棒，還有我知道比以前還要厲害嘅，你莫講上色是咯。根本嘅按多少唱下來，其實人音準係當穩的哦，唔是唔穩。慧如欣賞，你看他的音準其實是比很多人都來得準，而且是穩。我覺得音準要穩是很難，正音當難。有像是我們年紀到了，可能氣不足，起某久嘅時間，人家音出冇準。唔講係正音冇偏移，你用耳機聽吼，還要仔細，人家音準正音當準，正音當反而聽到人唱歌誒，希望接來。好嘛？希望呀！謝謝，真的沒有哈。來看一下兩個分數咯。看一下李金韻的分數。來。 66.7分，這麼高的評價，那下一位真的壓力大了，下一位。壓力挺開的哦。這樣，目前這樣比起來，好像鬧熱隊分數好像比較高一點哦。差不多了哈，差一些些嘞。有。那個呂腿吹海某一天，好像差個0.3分的樣子。哎呀。安子誰？我家來唱歌，安尼特別給我個時間哈，將有請來唱歌，我們大家聽。好，謝謝。安子誰啊？多加，謝謝老師。好，謝謝樂隊老師。哎呀，真的好有禮貌，你超有。對，你們年輕人要多學習一下，對不對？對啊。好，謝謝樂隊老師，謝謝老師們，謝謝觀眾朋友。 好，謝謝攝影大哥，謝謝評審老師。今天是最後一集，還沒結束。哎呀，殺了我擂台吹的最後一棒，劉基一帶來分數莫講再見。哇，他很久沒來我們節目了呢。歡迎。 兩年分數莫講再見，今又出現在我眼前，愛色彩不想再受牽連，強你離開愛的視線。 愛多愛嘅多。
哎主持人，期待過頭。哦哟，真的救魔见第一百見面，第一百見面。对，你是動物星球頻道跑出來的，四位家族，對，雷公大哥，雷公大哥啊！哎，羅哥，其實講吼，你愛偶像，偶像，係呀，哦，你看吧，從後生開始創作誒，每一個世代都有每一個世代的出唱片，大眾就有。哇，而且六郎種，係啲卡帶幾種哦，卡帶唔係下 CD 幾種嘅哦，真的哦。加頭前有冇多個亞馬講，有乜講唔出啦？當然，先冇愛人講嘅魔法講，你客家一個位沒有，其實無言的結局。哦，老林蘇龍還記得嗎？對，還有戰鬥的傷痛。根本還記得嗎？再殺我幹，再殺我幹，南下列車。哎呦，等一次來訪的春天。哎呦，你還蠻高誒啊！等一次來訪的溫柔的春雨。差不多，你時間有限了，大哥。有沒有喚起你的記憶？這首歌留記憶，留下記憶。這首歌我還真的忘了呢。真記唔記得哦？哇！哎，兩位泰國喊他秋子播主有收藏。等一次來訪者哦，那一首歌是那時候日本有一個叫小林旭，他的一首歌，然後改編，把它填成國語詞。哦，國語係秦昊，秦昊堂，秦昊聰。那算是 B 面的 B5，那沒有，那第一首，那一張專輯沒有紅到那首歌，但是有另外一首叫《一生一世的愛》，一生一世的愛，一生一世的愛，雖然如此短暫，也卻不能輕易踏錯。好像搭了時光機哦！真的，哎呦，我覺得還有，那你跟我回家吧。哇，真的懂翻譯看懂。請求魔幻多，正給那正港的粉絲呢，很厲害哦。希望那個節目真的多做啊呢，特別給吧，張作油腔都給他轉來節目，大家回味一下，哇，哎呦，哇，劉基，哎呦，對啦，懂有魔幻劉基，你是關注啊，加油！謝謝，也希望你在另外一個春天能夠展現頭角，希望，好不好？加油！好，加油！安子誰？羅家，什麼太極感？整個還會談平勝公平。哎呦，好，這還要講平啊！平勝嘛公平，批數欣賞。講到充分戲的啦，你來講你好，其實講有咧重講吼，應該條件動好。都推檔就動好快，你可以上面動亮，然後音量也足，音色又很亮，所以這都是你本身本來就在身上的一個很好的條件。就像你有講啊，你聽羅哥的歌那麼久，難怪我感覺你從個給鳳時又一西北老羅哥又上場嘅提鳳啊。你前兩條歌曲呢，就老澤北先生跳下講嘅。兩款的歌曲呢，可能有上音，他們沒有辦法掌握，所以是像我覺得，尤其是你唱到那個某共在跟那個某那個很低音那個字啊，好穩的扎在那裡，然後非常的厚實，所以聽起來就會覺得，哎，這個地方你表現得非常好。那個都就是每一個句子的後面你都會拉會動衝嘛，然後你去想你都帶會衝。其實有時候你可以選擇有些地方短，有些地方長，就為唐提來莫強容。什麼呢？謝謝老師，什麼的，表示他體力好啊，才可以拉那麼長，對啊。像我現在就拉不長了，真的。好，來，可以給他個分數了。看一下劉基嘅分數。好嘞。哎呦，哇，90分。那好好回去賣房子，好好加油！賣房子歌還是要練。係啊，客家歌還要唱。賣房子賣土地，好吧？是，好，記得來請來。好，聽錯錢。哦，真的，好，什麼太感，什麼太感。謝謝，好了，回座休息。
就比出来。比出来啊？哎呀，比出来。哦，哎，那这样分数累积起来很要办。脑热吹係289.3分，擂台吹係288.7分。恭喜脑热吹呀！对，好，那没关系，这个擂台队下一次有机会再来了，好不好？哎呀，节目最近应该都是因为还没有正式比赛嘛，所以特别计划的这种单元还会陆续。可以来了再来，来了又来，一起来，好不好？欢迎，好不好？欢迎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很谢谢。好，也要谢谢评审老师们了，谢谢，辛苦嘞。刘航哥就比赛了，哎呀，冲死了 ，PK 踢嘞，我来看传统组的 PK 哦，好嘛，来看一下，来。昨夜我老嘅厝那是啊，有冇聽到宣傳詞？向陽咩無嘅教學生嘅，咩錢無限。學教小朋友嘅係嘛？學教2年生咧，還有去教個幼兒園嘅。啊，唔過吼，許多吼，全部唔會講，聲音仲唔有？全部唔會講，我們佢有專業課還有講客家話嘅技術，亦加啲兩個。哎呦，客家莊係冇講客家話。係啊。哎啊！傳統組嘅 PK 賽啦，京劇 PK 賽。係啊，因為傳統嘅文化歌曲啊，真的係客家嘅一種精神啊，真係要做得標的咧。年邁注重田，夢注重年啊。注重嘅歌呀，咩絕對冇忘記掉啊。當然，你嚟唱嗎？我唔曉。今天還在學習中，還在學習當中。對，按腔樣本兩吹，腦熱吹還有擂台吹。今日有搶到啊你啊，有咩啊？同前面嘅腦熱吹，會唔會係擂台吹？贏嘅話有10000元，對喲，10000元，10000元嘅獎金哦，還有團隊精神哈，加油哈！來，格嗰啲介紹完啲評審欣賞咯，來，李秋霞先生、嘉琪貴先生、總鳳儀先生。格正行比賽，好，嚟有請腦熱吹 TV， 先嚟腦熱吹 TV 係前面蘇打來3個字，對，睇啦。彩秋見新多
哎，焖酥泰国好，两位主持人好，就冇很多李思总了，李思总，哎呀，你青魔汗，退休喊青魔汗，哎呀，退休係咪？哦，啲總要退休哈。對啊，退休還係我發揚客家文化真係厲害咧。國有版嘅咯，用愛去閃哦，係啊。有興趣啦，有興趣啊！一係閒冇事情，一做得講嚟講，沒有請事情做啦。所以我們老了要學着好好變老。老了以後真的我們要學着哦，比如說讓自己能生活新嘅生活，更充實。像我做嘛都做起做。對。像個焖酥泰國好充國啊，係冇。國有版。最重要嘛，就因為講10月份啊，就桃園市客家事務局有一個發通很多客家傳創嘅計劃嘅合唱團嘅觀摩賽啊。觀摩賽，因為疫情嘅關係，又做唔到上課，所以當麻煩，非常麻煩。對，要唱三首啊，每當特別唱數啊，唱三首，一首係流行歌啊，還創作流行歌哦，不是特別難的歌做。應該都全部要上演演哦，嗰個我真係非常的困難。還有兩首就傳統啊，一種三國志到平板，跟住較無按難啦嗬。流行歌最難就流行歌啦，我就講用線上啊，這樣子。如果老師唱本來呢，唱出去鋪在我們線上，大家就緊練，就硬練啦，冇其他方法啦。我們冇辦法練習。哎呀，做別家就彈咗，別家就彈個別家唱個唱到人那個群組當個大家彈，那有問題，大家讓互相還好拜科技所賜啊，冇那個冇那科技。就冇辦法。讀到像疫情，他可是那個啲我靠空空的咯。係啊，你看我看。因為那3個班，因為但是有雙年級嘅啦，係啦，唱個流行嘅也先跳個流行歌，真係當然。有冇跟彈吉他嚟伴奏有冇？最沙漠咧，像吉他老師唱嗰啲歌啊，真係冇辦法唱，唔曉得學唔記得。家人家老人家唔好學啦，捱都冇辦法咧呢。他咪下開平易近人嘅歌，本來自己唱。聲部下歌嘅做啦，唔好第三部聽二部就。排聲哦，下班當就下歌嘅。我唱破咧，排聲。好。對呀。張嘅就做得嚟啊。張破嘅。對，就像念 rap 用嘅，念起來將數來吧。你 rap 很多都是後半拍，冇人改。來唱題來唐先生公平。哦，唱秋下先生。今日你兩首歌詞以後啦嚇，唔過你聽一句吼，唔好拖唔掉高音吼。你唱硬嘅準備嚟講，還是本意建議個後輩就唔好留一頭啦，唔好一下子掉上去吼。對嚟講，由於你這個起條件大，後輩要掉高音，對你個講可能就比較合適可以。所以你一唱下準備嘅時間，我是因為講嘅聽一句第四句。後輩向人大轉，調一落轉腳做講就好咧。我哋是本隻建議嗬，其他非常好啊，加油！好，啱先，可以係夾個分數啦嗬。下面數個分數。96分。哎呀，要不做得嘛，做得。什麼意思？做得96清過了啊！啊，因為要叫佢執過嚟唱啊！哦，希望有個嘅國有版哈，發展越來越好哈，用態動一下越來越好哈。好，安謝，多謝，好，會做休息。好。沙雷喺擂台區嘅第一棒，陳秋梅帶來平板。我嚟彈啦。心陪我。
哎呦，我会冲啊你啊！就是你，哎呀，上懂好呢哦，哎呀，要比之前还好嘞。有人哦。哎呀，迄旧磨冲哎，磨一磨，哎呀，应该有加练习冲嘞，加练呐，我加练，咱们冲得好。虽然以前安尼，唔过没都不下没有练。有不下有练哈，不下去甲练呀，迄样诶，阵叫安尼线上练过线上练过诶。线上练过诶没有啊？没有啊，系啊，对冲啊用啊。对啊。系啊，两啥比如讲，两啥男女合唱啊，两啥对唱的哈，安尼啊，系啊。哎呦，就用手机来视讯啊。系安做对啦，系啊，系啊。还有一点 delay 呢。delay，会有一些慢那种。对啊，头摆那小。哦，录音讲我都视讯，哎呀，录音啊，懂腔哦，妈妈手机的操作都比我还好。像啊，大天发都会视讯，你知道吗？真的。他想看你们变的，嘿，不会啦，穷 C 就要用嘞，没什么变化。哦，真的，他就是怕你变瘦啊，他会不舍。哦，没黑啦，哎呀，嘿啊，手妹子迄平常时。喺做欣赏哦，喺我平常时呢，有4年哦，到學校地區度，教小朋友。哦，真的啊，小朋友啊，嘅鄉土教育係，客家話，這個行到去考試嘛，認真以後嘛，張耀潘伯去本，分發到去學校去教生意。係啦，哦，當然以前我用辦教。對啊。以前嘅下呢是用線上，線上唔過誒呢，迄個乜嘅迄本土語言呢？本土語言呢是唔是講按這樣線上的啦？哦，沒打孔口啊，我們就是錄音給他，係錄原本嘅，按是說的咧。線上教課要記得要化妝。要不然那個有時候小朋友唔是吧？因為線上教學吼就冇咁簡單啦，當人學多識多咯，學多咯啊！嗰時人哋冇乜嘅曉得啦，嗬，學啦，愛學。哎呦，那簡單吼，自家約起來本小朋友自家談就好。這是一種風潮啦。係啊，係啊，創特的唐先生公平。好，唱 K 嘅先生。好，小妹子嗬，佢俾帶來一個平板。坦白講啦。最主要用法呢，唱歌的啊，唔可以唱歌的，滿面嘅笑容，做嚟講，一唱歌就係人生最快樂嘅事情。所以佢今日唱下嘅歌嘅，雖然佢講，當然唱歌心頭樣啊，上到台檔要緊張，但是我可以唔會讓錢緊張啊，唔會動量尤其嘅平板哦，佢嘅語面來講，你做到今日也做到相當一獎啦。在咬字方面，實在講都無法講，好，繼續加油，樣都做得好。黃先生，我要看一下佢嘅分數哦。陳秋梅嘅分數。 66分，然後你面書太過平分呢。第一局平手，平手啊，係啊，哈，也和平啊，和平。表示他自己都衝到洶湧他自己就真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哈，無輸無贏，真好啦。然後最後大家各領1萬這樣子。希望啊。你覺得我們製作單位會有那麼大方嗎？跟冇可能的事情。好，安子謝，多謝你哈，安因為有係這個來唱歌問那個堂。好啊，好啊，謝謝。好來，撒下來呢，老年吹。第2棒，來請演帶來3個字。好來，躺過來。 天哪，谁那天哪，头上流云呐，鸳鸯跟亮了是啊，你爱记残了心么？ 好，
天哦，谁那见呐？头上流银呐，高银你该是流呀吧，你就爱你了金呐。梦来哟，好难舍啦，牛难牛走难，看人去就穿哦钱呐，希望了希望。金梦台干，今天泰国你好，哎呀，一有抽型哦，对呀，帅呢，帅哈，越来越帅，越来越帅，去讲讲，唔是拍手我讲的，去讲一下自讲，己啊，有啊，见到见到上，个時生就越來越重啊！我喺後面時啊，哎呀，四面佢會律嘅啦，係啊，會啊，會律啦，香腸其實會律嘅，哦，有啲網要切解會跌到，係啦，我靠咩跌當到，乜雞毛都會切，係啊，有啲 QQ 啊，你個毛 QQ 奇怪，你看有啊，太深入了，太深入了，對，因為頭那冇天那個 QQ，我有咩叫宣傳師？強用咩毛，要教學生嘅，哦，咩切毛係，學教小朋友嘅係嘛？學教2年生咧，還有去教個幼兒園咧。幼兒園咩學客家話哦？有啦，全部客家莊啊！哦，全部啊，唔過吼，許多吼，全部唔會講，新嘢仲唔有？全部唔會講。我們佢有專業課有講客家話騎術，一屆兩屆。哎呦，客家莊係冇講客家話。係啊，自家冇講冇講。像人家呢，去就算縣政府派人家落去。也係算文化部呀，學委會派人落去。你自己這個要去應徵。哦，即係應徵啊！叫簽人哦，你是去嘟或者立。哦，叫我有名單本，可能講呢就好講，呢就好教要簽人啊。好教這個講，哎呦，你下簽冇人咯。哦，哎要查碼補助費嘛？啊？要查碼補助費？有啦，有冇多啦？鋪嘅啦。哦，瀑布呀，哦，比講福卡雕下樣，比一般伊攞杯做西來講，比起來咧，當然比唔得啦，比唔得啦，當然比唔得啦，有小可會天天啊，啲茶馬不足比，最主要係我傳承客家話、客家語言，嗰種最主要有一種心啦，客家傳承嘅使命感，真的，咩後菜有也得安尼。哦，鄉土語言教學老師很發時間去深耕去做一件事情，即冇那樣貴，所以客家話做嘅考驗對吧？真唔好較講 method 哦，真嘅，真的啊，係啊。家種自家啲副卡咩會講啊？但係有陣時細人嘅佢唔會談家種嘅話，你啲講客佢唔可以參。做得很嘅小朋友做去教人媽媽、教人爸爸講。每個全部都冇，啲副卡就冇。係啊。唔好講人喺台北咧，帶到苗栗咧，撞下，成年都冇講嘅咧，有斷層哦。同爸爸媽媽就咁講過年啊，天天的補轉來。佢啲可能啲老輩可能要糖到會糖，但是佢唔要講，就變咗咧冇辦法。也時代已經變到啊咧，係啊。唔怕，天天飲進來。係啊，慢慢嚟，慢慢嚟。係困難。來，天天的來。唱特的唱。唱鳳儀先生。我們的來。聽完睇過哈，你唱嘅三個字從條非常好，不過
有一点点的建议啦哈，建议讲，因唱歌哈，头先我从我儿子安堂，我知道讲，你唱歌的时节，你莫强弱，唱歌的声线上弦有无哈？莫强弱，你是像人讲话一样，是按表演去。比如讲，你唱逐条歌词，你大家是全部咬死动作。可是，唐老师讲是起到讲一点念，莫求个，因为变到你后头个乐队佢做到按好音乐本意去拉你到个你三个后堂，变到讲你唱嘅乐曲演奏乐曲嘅，变到莫强调线。好，这是我哋耳机堂都会个一点点的小缺点。不过你贵家堂乐曲要是非常好，行吗？对，有的时候我讲唱歌是像讲法用的，系啊，但是我讲法出来呢啊，系啊，就会按太响啊，系啊，我讲法出来啊，我所以啊，我就用丹田讲法语。冇啦，唱歌有强弱，较有故事性，对，讲真嘅，对，阴阳顿挫嘛。好了，谈一下，好，看一下赖清妍嘅分数。牛里飞过。以前行咧可以防疫啊，哦，大家都行同樣一個做。唐哥們有親神奇嘅事情。有人冇遵守規則啊。有人也冇行人到伊個路面㗎。其實來啊，可以做啊。其實坐呢個，一興佢戴口罩，佢都唔戴。可能吃到跳唔過去咯。對啊，懂嘢難用。我都幫你種房子啦。對呀，個胸罩比戴點。較上一代，佢咁樣對他友好。好，愛好。春草喊他們好。好，看一下賴清妍嘅分數。講得人講，分數人講。96.7，冠軍歌數對。係啊，好，謝謝，希望先生。對啊，也希望再發較多嘅心思啊，往下扎根，搞行得到嘅生意啊，傳承客家文化。啊，真麻煩咯。好，謝謝，希望大家，係，特別客 VP 同感謝一鞠躬，特別所有嘅客家子弟同感謝。一鞠躬，好嘞。什麼太講？好的，撒下來哦，撒下來咩？上歸青苔啊！你個另一件泰國帶來落山歌。彈曲啦。傳公仔，無按改那，應該無疑。客會難，要講會聲，改從哪？言笑。千年啊，都喊彩呐。
放菜口中，放地铁嘛。多风错了，才年暮马，为床内下嘛。已经太多吼，有没有？精神清好，山国王啊，真的。山国王啊，对面山都躺得多。对对，从家祖先那个传到下来，哎呀，所以个创啊，你要种传统啊，三大调是十分有味道，真的厉害呢，哎呀，是不？对对对，哎呀，那分享某个故事不样的谈啊？疫情当中，做疫情下咧可以防疫啊，大家都行动跟一咧做，所以我像我都做个行咧天母店行咧做预约，预约做预约，人来样做按嘅同埋，冇讲按现在来是接合，係啊，冇。有的好像魔术师人都是冇接吧？哦，真的哦。因为魔术师人做唔得。按口頭啊？唔咩啦，咁魔術師要話，佢唔啲件喺會來啊。哦。所以我專門做術師嘅人啊。哦。那你們太安全。較安全，所以按台灣嗰陣話按國父都按控制得不錯。係啊。係啊。韓國咩有親神奇嘅事情。有人冇遵守規則啊。有人嘅冇行人係啲嘢嘅路人㗎。佢都來啊，愛做啊。其實坐啲嘅。一興佢戴口罩，佢就唔戴。哎呦，佢做唔得咯。戴下啦，等下嚟上嚟下，等下冇准啱飲咧，哎呀。佢老人家佢都唔好戴啊。係啊，冇關係啊。人哋是冇法度嚟做啊，我會用講咗。跟住用佢唔戴口罩，戴唔起，我冇法度嚟做。興佢專業嘅，如果唔做，坐人啲嘅，我咪佢睇下口罩都綁下來，我咪行咧。像佢我行來都幾創意嘅。哦，真係啊！係啊，啊你佢唔可以佢唔可以堅守準堅啊你唔可以啊。老人家有啲好咗嚟講啊，因為我媽見我媽嗰陣時啊，我咪幾部行嚟咯，冇講我老人醫院用冇嚟做。對，我冇用講，跟住都唔戴口罩，跟我弟嚟講嘅，細路要自己講嘅，其實唔戴口罩，其實啲話咩唔戴啊，所以講佢。我本來佢都冇馬戴口罩，戴那眼咧當成錢啊！哦，可能吃到跳唔過去咯。對啦，對啦。懂嘢難用。我都不願意中風子啦。係。對呀，個胸罩比戴點。可能係較上嘅戴。佢咁樣對他友好。佢挨得唔掂喎。挨好。胸罩看他們好嘛。即係而家攞喺銀行有冇馬上去？我有個胸罩加幾啊？哦，那個太浪了啦，太浪了，冇買保護嘅效果，嚴格係多，佢張面都改點嘅，係啊，佢保濕色咧，繼續做去做啦，係咪？老人家我懂好啊，那個預約制的，我們有提供胸罩給你戴啊，係啊，生理我行啊，給警察會先來好嗎？警察先來，跟模仿醫啊，模仿醫。一踢跳起啊，做嘅。係啊。好啦，你創睇下唐先生嘅講片啦。像陳先生。今日金先生佢哋高鹽嘅蔬菜哦，行得強到，佢上鹽佢磨霜會創個暗號，所以佢會有鹽會辣鹽，我注意。還有天熱樹嘅都鹹菜，磨創個都鹹菜。
拄汉菜哟，你唱了拄汉菜，莫拄啦，拄哦，拄汉菜的咬字哈。啊，其他就会该输音的时间，我希望你讲你输音输较强调的哈，戏啊比较，知道你比较还不足。啊，做先生冇咁簡單哈，宣傳文化靠大家，加油！好，好，先生，看入嘅句數啊。好，看一下林怡健嘅分數。你辛苦啦，咩呢啲開啦，係啊，咩錢厲害咧，會錯嘅啫嘛，係啊，好，多謝，好，謝謝佢做小姐，我哋撒下嚟，撈呢隻，後上主嘅，哎呦，南霸天又來咧，撒下嚟，係恰可以帶來半山腰，嚟，騰啦。8点了，真的，哇，兴奋哦，好可怕啊！又有气质啊，又有内涵，哎呀，谢谢，国外又会唱，哎，又有爱，什么又会主持，真的，谢谢你们，怎么会这样？怎么那么好呢？后台有给你们钱是不是？没有，你等一下再私下聊聊，私下再塞好吗？可是你们6堆的水这么好，水质这么好，尤其是做甜哈，真的八公面嘛，哎，这些八公面，哎，真是饿了是八公面啊，好吗？八公面都蛮好吃哦，八公面有爆，还有 giving 还挺有意思的，真的饿了，按来时就请来的，来了很雄壮了。哦，好，雄壮咩来了唔是了，雄壮唔是啊，雄壮唔是，雄壮唔是咩？海就好啦，雄壮咩反关呀？我们是低调的，低调的，我们唱歌也都唱低调，对，所以只有一个调，所以我们都是很希望能够低调，吃一碗面而已，吃完我们就赶快散了，跟着乡长
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美食，还会有招待呢。不用啦，那个多少钱而已，还招待呢？好，这样子是不是？小钱不要。你真应该客家人按上。香港冇啦，我算当台风的客家人。真的，罗哥正经係，是給青島啦，是給青島，是給青島，冇講買後發種，冇講後發種的。你有冇先個三太跳歌的，那按跳，手跳的歌，手跳三太跳咪更加貼困難，因為以前阿公咩，一定安尼夏天橋嗰年啊，吼，雖然講夏天橋咩。应该怎么说？伊夏天叫的时间无嘛个娱乐，拢拿啲垃圾哦，安尼啊，吼，个安尼，嘿，表演我来唱安尼几片做戏，吼，啊一边唱英歌，啊我。其实虽然讲啊，晚些糖以冲啊，你给各位，我们自己没有唱过，真的要唱的时候，那个难度真的是太高了。哦，而且南浦三太跳刚好看冇安冇嘛，对，通用吼，对啊，应该讲太困难呢，给后上啊你都唔晓得冲。我会冲手跳咪真厉害啊！哦，手跳嚟，佢选个最简单嘅嚟冲。简单哦，也简单的嘛。应该喊说太简单啦，还有个困难嘅哦。算轻有名嘅，系算轻有名嘅数。而家嗰個都本來衝啊，咁冇辦法衝到按河按穩。真的嗎？很穩，那狗音高大音啊！真的，謝謝。粒粒分明。其實我係我學習咧玩嗰度啦，我希望。今日按照老師佢幫我建議，佢人哋傳統嘅歌曲有冇？我希望係佢流行歌啊，唱嘅好傳統歌曲嘛唔可以忘記。對，按照30先長都同一定咯，咩唔算多時間啊！唱一啲嘅千里花奇怪先生，謝謝奇怪先生。好，可以哈，有拿得瓊澤市呢，也。我講乜嘅意思？瓊拿得，瓊陽鄉車，鄉車啊，跳拿當瓊澤市，跳拿當瓊澤市哈。你可以坦白講，佢跳出來相當好，也客家講係要注意睇，也係算多少會唱閩南腔嘅口音哈。南部是樣強，係南部是樣強哈。其實閩南也係咁樣算南部嘅試驗橋，佢本身咧喺屏東竹田嘛，嚇，所以啊，佢家下歌詞佢改，改相當好，表示講我就會到屏東竹田來，佢歌嘅嚟講，坦白講冇乜問題，一個音嗬，嘅音質也相當好，轉音方面也轉得親切，其他嚟講啦嗬，其實也屬歌詞。青島中嘅唱法本身也屬於閩南嘅方面嘅南部嘅小調，所以可以來唱也相當適合。尤其我看伊家下唱嘅時間呢，可能我有講過嗬，南北腔有啲問題，所以我有一些我小歌冇腔音，天天可以能夠來唱客家山歌。但是哦，三太跳沒做得加減啲，加油！咁呢就跳一張三太跳。不能細細時間等你哦，等我要給我一點時間。好，先嚟看下分數啦。好，嚟看分數。好，嚟看車區嘅分數。很难分了，真的吗？真的，因为第一次唱嘛，等我唱个10遍的分数可能不是这样。你会不会回去哭了？我不会，真的。好了，替我跟林本不是，给我跟陈先生问好了。好，谢谢，好，谢谢你们可以。好嘞，沙下來，回台追啊，好上組嘅 P 區啦，有咩當妹唱哦？哦，前面開哦，整怡連帶來，摸一剪法。好嘞，彈佢啦。在风中渐渐发，剪发送奔少年家，无限发黑素渐变，俺有千年万载人家，哎呀。
尽一缕自天发，自天蚕多么树吧，树蚕发来发蚕树，哎呦树早发家不分吧，嗨嗨哟，嘿嘿哟，树早发家不分吧。每一缕没有淡发，风发呀哦呀落一扎，雁家出门爱走飞，哎呦梦言梦语都飞吧，嗨嗨哟，嘿嘿哟，梦言梦语都飞吧，高飞哥哥今仔节好，你好，大家好。哎呀，准妈妈，你看，哎呦，一多张年嘞，差不多买7年，啊7年了播出嘅时间可能买强嘞。哎呀，差不多咧。哎呦，4年要买公子，我看很细。因为可以来较细咧，较细啊，对啊，个子比较小，个子小啊，就是看不出来年纪那种感觉，对啊。对啊，个子小，老公也比较好驾驭，有没有？哦，老公个子也小，老公个子不小哦。跳他来穿，你看，跳他来穿奶粉钱这样子，不如去练身体。哎呀，有啊，后菜有啊，有家几飞。规则节目本也不看人包的咧。系啊，流行族、传统族，流行族跟老公来创业，哈，传统族不用来，啊，4年又带电来。带财，疫情嘅时节啊，冇前后穿诶。啊，真嘅，真诶吼。你老公俩又开始以后教书咧嘛，错嘛？系有，咩欣赏咧？莫讲也得，就所有嘅行业北方帮也全部停摆啊。真嘅都辛苦。还有疫情，你在做嘛？干呢？有请谁做嘛？就有去好嘅采访，哦，你还做嘅系嘛？系去嗌自家做嘅，天亮做自家做嘅衫。啊厉害！你调试做嘅俩系孕妇装系哦。其實唔係，佢係 free size，嘟嘟好嗌做的做充孕婦裝，真的啊，做的做孕婦裝嘅樣，很厲害。佢以後4年甚至去家做嘅啊？希望之後做的做越來越多。哦，越來越多。像4年嘅圍兜啊，還有傘啊，去家做越來輕鬆呢。根本我一聽啊，不可能輕貴。做真件當貴。他好嘅不會。這個也是一個你如果有這個技術啊，你做起來現在可以在網絡上賣，對啊，你可以創造自己的品牌。我來這我可以跟你訂孕婦裝。對啊。跟我會買下太條嘅布。不用強調了，要低了。請厲害。整中儀、整儀領就叫真牌的哦。真牌。真牌。好像不錯哦。對啊，哈。有沒有親位後面嘞？真衣服哦。真衣服，真的哈，像蒸拌面。你是從蒸拌面想來的嗎？真衣服。對，它那個真很好用啊。真商夫。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真帥氣，真勁哦，真厲害，很幽默，很幽默，冇嘞，冇啊，就像那個蘋果跟梨子啊，他們就一起說，來我們來比賽，看誰先講出自己的名字，對啊，就算輸了，梨子就說來啊，他就說來啊。來嘛嘅意思。來啊！來啊！梨子啊！哦，笑話還要講到要解釋，是不呢？他太清楚。清楚。黑毛哦。對啊。這樣好啊，這樣很好的胎教，很好的胎教。對。好了，按從頭的唐先生講定了。唱鳳儀先生，其實廖叔哥屬於動輕快活潑，哈。可是你從頭聽中規中矩。哦。嘿，比如講，動講從安尼就是
很守规矩这样子哈，变到了熟歌词就缺少了加意思、加意义。啊，了熟歌记讲，梅在风中渐渐发，就是有调诶，就是要有一点，就像艾特人讲诶，要有起承转合，又强要，别容易大家死都不偏偏。好，可能你有信号，可能发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被小孩子挡住？会影响，不会影响到，不会影响到，因为你从可能车好了冲得很好后嘞。对啊，他就没有影响的呀，声音还是一样。没有，我也很空啊。很空。对，他很畅通。因为妹妹可能也会上司中，可能就是丹田的部分，可能是哈。砸定啦，摸的，从你从头后背先是唔爱车，就变成唔爱车，我们变了唔爱车，变成不讲下来，所以变到讲，如果说你可以再升高半个 key 或是一个 key，该上口那边很难好，不过第二出歌马上要请好，谢谢。什么欣赏？千错万错都是你老公的错，让你怀孕，害你气唱不出来。无啊，佢可能氣太大，有些大。哦，有較大哦，較大一些咧。哎，可以下夾個分數。好，歡迎下曾依玲嘅分數。哎呦。好清楚啊，66分呢，66分啊，哦，66分啊，哦，好，用 UKP 啊，安泰，好。对呀，祝你顺利生产哈！什么？等你的二宝出来。哎呀，老二要出来了哈。二宝。可以回车休息哈。很好啊，很好。哎呀，分数统计出来嘛？哦，统计出来了，有。老叶吹一道分。老叶吹係288.4分。哎呦，擂台吹288.3分。哎呀，差到2.1分。哎呀，恭喜老葉吹贏到100萬元，恭喜！啊，安尼擂台吹喺100有幾位哈，按照個嚟拼啊嚟，好嘛？跟你同樂啦，好搞，好搞，好。安尼今邊安尼節目唱到呀，相信安尼觀眾朋友也懂翻譯，做聽到按到，會唱歌嘅人，按厲害嘅歌手嚟唱歌，真嘅，不管流行歌曲組也傳統組，全部都共用，全部都唔會唱。係啊，下禮拜共用繼續看嘅節目，阿妹會邀請當到會唱嘅歌嘅。歌手來唱歌問他個堂，表演問他這個堂，我記得打電話來報名哦。電話係0966676676，還有傳真電話0217478231，等待這個打電話。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謝謝。是猛亮吹好朋友，辛苦嘞，清後堂真的，是猛亮吹先生。謝謝樂隊老師，辛苦了。還有什麼？你天從跟公眾演辛苦嘞，開心啦。下禮拜忘記了，你聽到正式時間呢，老葉大擂台，老葉共下來，拜拜。